強力 3D 立體腰部牽引器係解決坐骨神經痛嘅最快捷、最有效方法。你知唔知道有60%嘅成年人每日都受到唔同程度嘅坐骨神經痛困擾？坐低或步行嘅時候，麻痛猶如同經歷酷刑一樣，行走又唔能夠持續，要間斷坐低彎腰休息，嚴重影響生活質素。工作時嘅不良坐姿同彎腰搬運重物會增加腰椎嘅負荷，加劇腰椎嘅退化，慢慢壓迫神經根，形成嚴重坐骨神經痛。60歲以下嘅人，大多數係因為椎間盤突出壓迫神經，導致坐骨神經痛。而60歲以上嘅患者，坐骨神經痛嘅成因多數係椎管狹窄，使神經受壓，例如身骨刺、椎體下陷、腰椎側彎、椎體移位、黃韌帶肥厚，或者同時有椎間盤突出，都會導致坐骨神經痛。目前骨科痛症治療非常兩極化，傳統嘅保守療法，例如脊醫或者物理治療，無法針對解決神經受壓問題，只能夠短暫緩痛。一旦停止治療，疼痛就會再次復發，而且每次前往理療中心嘅費用亦都唔係容易負擔。而手術治療背後需要承擔沉重嘅風險、併發症同後遺症。此外，止痛藥嘅效果只係暫時，長期服食更會導致胃潰瘍同埋腎衰竭，根本係一種治標不治本嘅方案。針對治療坐骨神經痛，我哋萬德醫療研發咗喺兩極化治療痛症當中一款精準有效代替方案。3D 立體腰部牽引器係一種革命性創新產品，利用4支升降桿設計，平均分散牽引力喺肋骨同盤骨嘅前方同後方，立體精準有力拉開腰椎椎體，擴闊椎孔，直接減少神經受壓。每扭動一圈能夠產生5公斤嘅牽引力，最大牽引力可達50公斤，有效緩解下肢放射性麻痛。每日居家使用2次，每次1至2個鐘，唔限時間地點，可一邊睇電視或手機都能夠輕鬆做治療。牽引嗰陣都能夠坐低工作，或者係搬運重物扶持日常所需，有效從根源解決坐骨神經痛，持久預防問題再次復發。呢款產品係由骨科醫生設計，簡單操作，安全可靠。而家立即預約同購買，仲可以獲贈人氣腰封同教學影片。疼痛唔會自己好，即刻點擊下方連結預約免費試戴啦！